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串联着淡水河两花的淡江大桥，伫个北里这边的主线已经完工，因暗要10点要来通车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来参加着剪彩，感谢所有参与着工程的英雄。桥建在淡水八里这个地方，无论中央拿多少钱来，桥都不会拿到嘉义县去，也不会弄到宜兰去，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所以当年我当首长，只要中央肯出1块钱，我都感激不已。爱会记你头前的人的辛苦，唔通干那最后在放炮。 咧剪彩，安尼尔。未来这个淡江大桥会当来分散到台北港区的车流，连接到淡水河两花的观光景点。院长苏贞昌致辞的时阵讲，这款的建设会当大大来帮助到地方的发展。另外，针对着争议不断的家人质问，苏院长讲，只要是对地方有帮助，中央拢会全力来帮衬。